伫嘉义市一个查某人骑乌多摆加骑U bike的人相克跋倒，结果互一台游览车的后轮地死。警方目前排除游览车驾驶接手的可能，详细的事故原因目前也搁在调查当中。监视器翕到一个查甫人骑 U bike 伫慢车道，后边这机车骑士要超过去过程当中，压到倒伫涂骹。啊，毋过这时阵后边一台游览车驶过来，到过倒伫涂骹的机车骑士。后壁咱的这个胎啊，伊也弄着恁啦，啊，毋较闪一步啦。哦，差一步啦。差一步歹运着，迄台车也驶较紧就袂啊。现场的人赶紧报警，救护车到场了后，评估骑机车的人已经明显死亡，骑脚踏车的人正手切伤送医，无生命危险。20早起7点外做防务工作的姓谭的查某人上班的中途，骑机车沿嘉义市林城西路，好亲像要超过头前骑脚踏车的姓李的查某人，煞压到倒伫涂骹，互后边游览车当场告死。另外，王姓游览车驾驶跟那个李姓的脚踏车骑士经检测就没有酒驾的情形。有关相关的肇事原因，目前由本局交通队厘清当中。警方则规定对游览车姓王的驾驶酒测初步排除酒后驶车，啊，毋过姓王的驾驶牵涉业务过失致死罪，依法送办。详细事故原因，警方要搁后续调查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